记着，我们会一个字解说：常有欲，以观其角；常无欲，常无欲，以观其妙。那个欲啊，该念位下卡了，这样就可以哦。这样不是常有跟常无，常有常无是佛性本体，那常有欲跟无欲啊，都变做咱有咱的心有想要爱跟无想要爱，那个就很小的小事啊，那个跟天地的真理没有关系，所以不能那样解说，知道吗？有的都没有去注意这小地方说常有欲常无欲，那不对是常有要断，常无要断。它这个欲观其妙，欲观其角，那个欲是连在上面的不能跟上面相连，跟上面相连意思完全不同，而且差得很大